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各位线上甲实体兄弟姊妹吼，请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所以，请咱实体兄弟姊妹，咱甲咱的手机啊，甲转做震动还是关机，吼，互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耶和华，你所做的怎样遐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遐有海大搁阔，其中有算袂了的动物，大细活物拢有。愿耶和华荣光永远伫地，愿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这是咱的人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愿心，请起立。吟全首。Thank you.
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食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第四海上荣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后面。伊要伫遐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下辈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伫34篇1059页。启应文34篇1059页。启应文34篇1059页。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坏死的人，因袂当帮赞。因一下断气就归途，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赐食物予夭糕的人。上主透放想关家的人。上主予盲人会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予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锡安啊，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这声要称赞上主。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阮要学了你。主啊，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主。主啊，你要透放所有一切受压制的，你要保护一切出外人，你要扶持孤儿寡妇。主啊，阮拢伫你的保护的下面，嘛是你所竞选的正经儿。阮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阮上时嘛要恳求你赦免阮一切有意甲无意所犯的罪。主啊，阮常常无伫你的面前来恳求，来伫你的话语的当中所造就，将你的听分享伫阮的四周围，求你赦免阮。主啊，阮要恳求圣神，你即时来到阮的当中，来感动阮的心。只有圣神，你是保惠师，你是教诲师，互上帝的真理甲活命会当伫阮的当中来感动阮。阮将阮第一场的聚会仰望伫你的手，嘛将牧师所分享的伫交托伫你的圣手，互伊所分享的主啊有圣神的气力伫伊的身上，互圣神自由运行伫阮的当中，来感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毋但伫实体的兄弟姊妹，嘛是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来较无你的话语，会当单纯你的心，会当来忘掉你的心，互阮会当单单敬拜你的时，主啊，你的圣神就灌入充满伫阮的当中。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我来报告。报告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玉山神学院派林玉德牧师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甲代祷。毋知林牧师，我咱搁拍破我来欢迎一下林牧师。为玉山神学院迄边过来吼，咱感谢伊。来小会广告吼，这是防疫的规定吼因为即摆疫情吼
游园是拢超过万吼，所以来甲教会聚会时，请咱全程游园爱挂喙暗吼，量体温甲酒精消毒。你若是有发烧啊，就是这咳嗽啊，也是流鼻咽喉痛，吼，也是你即个是密切接触的，伫即个自主管理健康管理甲防疫的期间吼，咱即马拢有线上的直播，吼，拢会当伫实体线上吼，拢会当来做注入。哦，你若卡食甲其他原因有来接受即个 PCR 吼，也是体检的吼，请即个检测阴性吼，再来教会。即种防疫的规定。第三点是咱中执会的公告，咱为7月份开始，咱教会的早祷会改做拜一甲拜六，那早起是6点甲7点，咱嘛是有线上甲实体拢会当共播，所以你若无你若即个时间无法度来甲教会较远的兄弟姊妹，会当利用咱线上的即个早祷会，会当来做伙来祈祷。第4点，本主日下晡3点，伫教会主堂要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小组长来准时来参加。今仔日有备办暗顿。第5点，本会举办2022年即个父亲节霸气回归的即个活动，咱欢迎爸爸甲囡仔做伙来参加。伊有2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咱的即个教会的即个网页，你会当去讲即个爸爸是啥物有一个按赞的即个活动。第二个是88秒的即个挑战赛有2项活动。那礼物呢有即个888块的即个 iCash 的卡片，加100块的礼券那即个要较详细请看教会即个网络的即个专页会当来插询。第6点本会本日定伫8月初7礼拜下晡的4点到7点，要举办庆祝70周年的金婚甲兄弟婚约的即个感恩礼拜。因为即马疫情游园是无讲真正足放松所以咱要来延到10月份中央敬老的主日，就是10月2号下晡4点到7点才来举办。那你若还未报名的会当搁继续办公室来报名，求主祝福。第2大点，具体的消息，儿童牧区即马要找即个主日学的老师欢迎若对即个儿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会当即个团队来报名。咱暑假的即届的儿童的营会是英雄联盟，伊是对8月初9到12。是原来的小学1年甲6年费用是1000块，地点是伫敬拜中心。报名嘛是对即个5团队那详细即个测询会当为因的迄个有欠某的即个网页会当来看。再来是即个送信本会李国来兄弟伫7月10号礼拜早起的2点，蒙主文调安孝主怀。要伫7月23早起9点，伫教会举行个别礼拜；上午11点，伫嘉典教会永生梦园来举行安葬礼拜。敬请为丧家关怀甲代祷，嘛请相助会员缴即个相助会费。第3点，即个合作社的消息有青年的贷款，甲即个军公教的贷款这逐礼拜咱拢有刊伫即个周报的顶端。那有为要贷款的，你有要创业的创业的也是军公教要贷款也是不动产的即个抵押若有意愿要贷款的，请合作社去做办理第3大点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即个高雄中华的常年部8月23上午9点，伫南区的常年联合感恩礼拜伫迄个林芳宫饭店的3楼，费用600块。咱的生活队员一人补助300，请咱的常年的长辈伫今日以前可能里长落来报名参加。第2，高雄中华的妇女部
7月29到30有举办妇女的查经营，地点伫哪来教会灵修会馆，主题是上帝应允，我甲你三甲必提，费用2000块，妇女部补助500块。咱姊妹若要参加伫今日以前会当李淑慧队长来报名参加。以上。感谢。咱即马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咱要对37节到40节。白话语32页，台语汉语本32到38。伫马太福音书25章37到40节。因为今仔日的圣经站较短所以咱若是可以的话，咱请坐声来读。马太福音书25章37节到40节。好，咱坐声来读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带，烫捌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叛变，也是伫家里来找伊？王伊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一个，就是惊伊伫我。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只是学了，咱要请妇女圣歌队。
即时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最美善的尊严，咱们请牧师。阿姐，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个伫新的主日三甲来敬拜阿罗上帝。咱感谢伊的保护，感谢伊的带领。咱即个主日就是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玉山新人院是为着培养咱原住民的牧者伫咱台湾基督长教会咱本地教会大概有700几间吼，原住民的教会也有500间、500几间吼，所以需要真多的上帝工人。感谢主因所培养的牧者遍布伫咱台湾逐角落啦吼，上山下海拢有啦吼，感谢主吼。咱今日有迄个林玉德牧师吼，伊是牧药长受派来要请安报告甲募款吼，伫咱中间讲道。咱教会迄个尹牧远长老吼，的新妇是伫因迄边吼，大院吼，大院的犹大士叫做亲家啦吼，像牧师吼，新妇吼嘛是，我嘛是迄个大院的，迄个泰雅族的犹大士，就是亲家啦吼。感谢主，所以欢迎伊的亲家吼，伫咱教会来伫即个玉神主日吼来宣讲上帝话吼。咱拍拍欢迎迄个林德福牧师。他讲到应该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可以了。好，谢谢。敬爱兄弟，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咱教会长期以来对原住民的生活教育的关心加支持。今年的5月吼，本地是要派来咱教会请安，不过这疫情的影响，我迄阵拄好嘛确诊吼，确诊，所以要隔离吼，无法度来。不过希望感谢咱的教会安排今仔日今早起的主日，互玉神来教会来请安。我代表圣行医全体师生甲大家来表达深深的感谢。伫咱圣经有讲到40节有讲到至美善一个吼。那是咱对台湾的历史来看，原住民当讲是咱至美善的兄弟姊妹。这历史是爱对日本统治的时代来开始讲，就是1895年的时吼，日本来台湾统治。历史上原住民是毋捌互任何的国家统治过吼，但是日本政府因对原住民的政策就是看番地无看番人，就是看地无看人的意思啦吼。所以原住民的土地拢归互日本政府来管吼。原住民的人格也是讲文化伦理生活拢总无重要吼。除非原住民受教化，要诚侪日本人学习日本话，拜日本的宗教、日本的文化吼。即款的认同日本、放弃家己族群，即款的政策，造成原住民100几年来徛伫家己的土地顶面，却是至美善的族群。这原因就是安尼来吼。目前台湾是有57万左右的原住民，不过有50%的人出外到山骹来生活。不过因伫经济啦吼，伫教育、健康、文化等等有拄着真侪困难，所以伫社会上常常互看做是至美善的族群。但是长老教会伫80多年前就开始推动原住民的宣教运动，引带原住民归向耶稣，诚侪基督的信徒。这段历史对原住民的命运是真大的改变。
这是真大的溃烂。原住民基督徒常常是用基督的信仰来面对因的艰苦，所以主耶稣诚侪因上大的支持甲倚靠。咱知影教会无论伫什么时代、什么所在，永远是志未世的人上需要的同伴甲支持。台湾有16族以上的原住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原住民上好的同伴。为着原住民这70多年来就设立，拄啊牧师讲500多间是533间的原住民教会，关心陪伴遮的志未世兄弟姊妹，无论是山顶的、海边的，还是讲搬到山骹的吼。耶稣伊嘛捌来到世间，伊受着死亡的艰苦，伊对死国我的溃烂，互世间所有志未世看到活命的盼望，互人有勇气面对世间的艰苦。上帝疼惜世间人，伊要互志未世的人伫患难中，搁较相疼、相扶持、相甲面对世间的艰苦。今仔日的圣经节我要请大家来思考3项事吼。第一项就是讲，甲志未世的人相甲起造上帝国。耶稣伫世间毋捌拒绝任何一个志未世的人，伊为着志未世死伫十字架顶，搁为着因第3日复活，互志未世的人来分享基督救赎的福音。活命，这就要诚侪所有志未世的人因活命的尊严。上帝国嘛是对安尼来产生的。34节有一段话讲，王要对正病的人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正前来承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耶稣讲到，甲恁陪伴的国，就是上帝国。上帝国是通过耶稣十字架死、复活，互上帝疼甲公义临到世间。人要体验上帝疼，是通过耶稣的牺牲，互上帝国诚侪人人相疼的国。咱是用疼心相甲起造上帝国。支持世间志未世的人，上帝是疼，人人相疼，这是上帝国临到的记号。对原住民来讲，上帝国是甚么呢？上帝国就是阮会当徛伫上帝面前，相甲归信耶稣，得到基督活命的自由，相甲参与伫教会疼的团契。互原住民拢诚侪上帝国的一份，伫教会生活中间，互原住民信徒会当通过信仰的培育，认捌圣经的真理，通过基督国我的溃烂，得到顶头生的活命。这是原住民历史命运真大的改变。这款的改变，甲设立原住民教会是有真大的关系。长老教会伫76当前，就认定原住民教会爱通过原住民的生活教育，来延续原住民教会的存在。所以，伫1946年的时，9月15号是总会设立玉山圣学院的日子。迄阵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叫做孙雅各牧师。伊非常关心原住民归信耶稣的需要，伊就交代第一任的院长叫做温荣春牧师，一定要训练原住民信徒认捌真理，嘛要训练原住民有家己的传道人才，牧养教会。当时无办学校的所在，迄阵就借花莲的庆丰教会一间主日学的教室，就开始训练第一代的原住民信徒来认捌圣经。到高俊明牧师做院长的时，伊就将
迄是叫做原住民圣经学校啦，搬到寿丰鲤鱼潭即摆的所在。迄当时学校嘛是只有简单的草寮，无啥物建筑，一山坡地安尼吼。不过草寮内面就开始训练早期的原住民的传道者。伫玉神的早期开拓的历史，有真侪国内国外的牧者、中职甲信徒，因每一年拢照时间来到玉山圣雅院，挖土啦、搬石头，将山坡地一块土地开出来，到尾就开始起厝做礼拜堂，做上课的教室。做老师的宿舍，等等学生的宿舍，一直到今日，咱平地教会的牧师、中职甲信徒，有缘用无同的方法参与伫起造玉山圣雅院，支持训练原住民传道者的事工。平地教会牧师因中职甲信徒，因是用即款的方法。甲志味社原住民三甲起造上帝国，这就是咱长老教会伫原住民的宣告的一个真水的见证。互咱长老教会到今仔日有533间的原住民教会宣告的成果。对原住民教会来讲，阮真需要就是统计原住民的生涯教育、训练教育的原住民的牧者。来照顾牧养原住民的信徒，三甲为着上帝国来打拼。事实上，76年前总会设立玉山圣雅院了，就互原住民开始有机会来参与服侍上帝甲传福音的事工。原住民接受基督的福音，设立教会，一开始是用草、用竹仔。用土来起礼拜堂，不过当时呢，大概全台湾是200外间到300外间，迄当时拢无一个原住民的传道者。迄个时代真早期的时代，我的爸爸嘛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伊听到耶稣听世间人道理受感动。伊就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真侪第一代泰雅族的信基督徒。其实这个真无简单，因为阮阿公是泰雅族传统雅雅的这领导者，伊的第2个后生却变做去，伊讲是拜白头毛人的宗教，常常迫害阮的厝，阮的这这用草起的厝常常互阮阿公用石头呢。因为阮爸爸有10个兄弟其他9个兄弟摕石头去等伊的屋顶，就是讲要阻挡伊信耶稣啦。不过阮爸爸因为伊已经接受耶稣，伊看见教会无牧者，伊就到玉山圣雅院来受训练。较早毋是读神学，较早是受训练啦。3个月就分派到教会，因为教会需要真早期的教会的传道者伊决心要参与原住民的宣告，来开拓教会即款的服侍。伊分派到宜兰的山区的所在，无同的乡我是南澳派到另外一个乡叫做大同乡伊去遐来开始宣告的工作。甲咱较早是7星中会罗东真侪牧者，平地教会甲原住民的即个长老，也是讲玉山圣雅院训练了的，拢三甲去山顶来传福音迄阵传福音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一个山爬过另外一个山，用行路无迄个啥物柏油路、水泥路嘛拢无，产业道路嘛无，
迄行是行迄个山羌的路，还是讲迄个山羊的路，还是讲山猪的路啦吼，行即款的路吼。不过差不多一个月有20天是伫外面，因为这个部落到另外一个部落吼，你若看真近吼，可能要行2天1天迄当时迄款的行路的速度吼。所以即款的操路，伊伫47岁时就叛变离开世间。迄当时我是1岁半的囡仔。这个原住民的家庭无老爸，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但是阮妈妈一个人要照顾4个囡仔大汉吼，伊是靠祈祷过日子。无查甫做田拍拉吼，你要食的这米也无，这肉也无，不过拢靠阿姑啦吼。这台仔族个阿姑是真重要吼。这姐姐若是无碗靠的时，这阿姑来爱帮忙吼。即款的生活，伊祈祷其中一项就是为阮3个兄弟奉献给上帝来祈祷。阮大汉的时，阮妈妈就甲阮讲，这大汉是讲国中的时啦。伊就讲我毋是要以后叫恁趁钱来照顾我要来完成恁爸爸的交代，因为伊伫过身之前。已经将你3个兄弟拢奉献给上帝，所以迄阵阮较无注意伊伫讲啥，一直到阮领受上帝呼召，阮去玉山新华医训练的时，阮就知影为虾米阮妈妈讲恁若是奉献给上帝，照顾上帝。伫原住民社区的这个教会，这是我上大的欢喜。我会当完成恁爸爸的交代，即款的。所以阮3个兄弟到今仔日，就是将阮一生拢奉献伫教会，也是讲原住民的教会。我其中一个哥哥较早魏德胜办迄个赛德克巴莱的时，迄个男主角就是阮哥哥伊其实伊是排第8个啦。阮的兄弟应该有10个，但是到我大汉的时公共卫生较差还没霍乱疟疾一寡病伫台湾的时，阮有6个未大汉的时拢过身去，所以阮3个兄弟拢奉献给上帝我分享这个故事是讲，过去有平地教会的牧者中级信徒。是安那帮助用疼心参与起作玉山圣医，互原本志未世原住民会当通过这圣学教育引带原住民的教会，诚侪上帝国的一份。这个见证是真水的这个水的故事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过去到今仔日。同伴做主工，三甲行伫主的身上，三甲起做上帝国，荣光上帝见证。第2项，咱来想就是讲，伫志未世的身上行水的事。35节、36节有安尼讲讲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干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长拍底恁互我穿，我叛变恁看顾我。我伫家里，恁来找我，互枵的人食，互喙干的人啉，互流出外的人住，互长拍体的人穿，看顾叛变的，探访伫家里的人，这是人甲人之间上基础的三听的这个会当做的代志，就是讲用咱最会到的行动，行伫一个志未世的身上。用咱最会到的气力，甲疼心解决人的艰苦，就是行伫主的身上，分享基督的尊严，诚侪上帝疼的见证。一个小小的疼心的行动，会影响真侪人，影响咱的家庭，
社区，改变咱的社会。这是上帝国要带予世间的影响。咱知影这段期间，这个COVID-19 的疫情影响真大，特别伫原住民的所在，有真侪较种的这隔离的家庭，因离这卫生所真远，离这个诊所嘛足远，离公所嘛足远，因确诊了，药品甲物资拢无法度来摕到所以有真侪教会牧师带长职甲信徒，驶车驶3、4点钟到山骹帮忙提瓦买物资买几工因要会当用的分予较种的家庭。这伫原住民艰苦的所在，教会承担照顾志密士的责任。其实这款的有疼心的牧者，拢是通过生活教育来训练的，会当带那教会服侍原住民这款的水的见证。上帝国是通过国外的主赐予人三听的气力，上帝就将疼心放伫人的内面，人有疼心会当贡献社会、贡献国家，有疼心会疼家己的家庭，疼咱的土地甲环境。所以人若有怜悯的心，人就会当互相的扶持，三甲解决人的艰苦。圣经伫37节到40节，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起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起你出外来互你住，还是长发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起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是一个，就是行伊伫我。圣经启示咱，认捌上帝是人三听的源头。毋望有一天，全台湾人人拢会当认捌上帝是听，归往耶稣基督，互咱的国家无分族群，全百姓会当听上帝，搁人人三听，三甲起造上帝国伫台湾各所在。第三项，咱来想，就是讲伫患难中尊叹听的改名。马太福音的24章12、13节，耶稣有安尼讲，伊讲因为不发大大加天，侪侪人的听渐渐冷淡，独独吞忍到落尾的，伊会得着救。耶稣提醒伊的学生，伫患难的时，上大的气力就是疼心。上帝创造人，将疼心放伫人的内面，互人有气力会当尊叹大改名来行。主讲，你着精心精神、精意精力疼主你就是你的上帝。第二项就是爱疼你的厝边，亲像家己。人若是伫基督内面三听，咱就得到赢过患难的气力。教会疼心毋通冷淡，因为咱是上帝疼世间人的见证。这个世间倒位有患难，基督徒就爱坚持，尊叹疼的改变，三甲扶持，赢过患难的艰苦。3年前，我亲身体验这人甲人之间三听的这个气力，上帝因带我平安行过破病的患难，就是伫2018年的11月24号下晡啦我这个左颈动脉剥离，这造成我这脑部欠血中风啦这正病拢袂当顶当。伫客厅要跋倒的时，拄好有两个我的查某囝，一个伫头前，一个伫后壁，
看我那会软软安尼，要跋倒的时阵，就甲我抱起来，坐伫椅仔顶面吼。即件代志发生，互阮全家非常的惊吓，我嘛真惊吓，袂当继续服侍上帝。伫带伊的时间，我心内迫切向上帝祈祷。我讲主啊，若是会当，求主互我瘫软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怜悯我的双手双脚会当健康平安，转到玉山圣安院，互我继续对主对原住民教会服侍，嘛互我全家人安心啦吼。师母我的师母看到我遐尼惊吓，伊就每日迫切祈祷。我真感谢主，因为我的师母就阮结婚了，伊就是祈祷的师母吼。阮咧开拓教会时，伊是专门伫后壁祈祷的吼。阮无牧师馆咧困伫这十字架讲台下面时，伊就是祈祷的师母吼。这是30站当前的吼，这个经验吼。有一日，伊祈祷了后来甲我讲，伊讲上帝用诗篇16篇80到10来安慰伊啦，吼。16篇吼80到10，这段圣经就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朽烂。这段圣经在安慰我的师母吼。伫12月时，咱总会牧师就讲你爱对花莲吼转移到台北马街吼，就开始因为门路无法度做这颈动脉支架，伊讲伤过悬吼。这主治医生讲无法度用吼，所以伫遐困1礼拜了，就转移到总会吼。这用2支的支架处理这边的危机吼，所以血若通的时，我这边正边就慢慢都有力吼，行路嘛较有力安尼吼。处于一个月时间，到半暝的时呢，我常常袂当喘气。检查结果是，这3条心脏的冠状动脉拢塌掉，一个月无够，就第2遍的危机来啊！一条塌70%，一条塌80%，一条塌100%。这医生讲这若无处理这冬天就袂过啊！我感觉人的肉体实在是软弱，实在是卑微吼，所以。2019年1月，我会记是18号开始做第1支的这个支架，到2020年9月做第8支的支架，所以我这全为这进步到心脏是10支啊吼，有的同工甲我讲算笑讲有好牧师，你牧师你即摆是10全10美啊，吼，不过总是。用10支来治疗我这心血管的这个病吼。不过这2遍的破病吼，对我的人生是真大的考验，吼但是我感受到真侪人用信心的祈祷，用贴心的扶持一个软弱破病的兄弟吼。这有病院的医生，这病院医生要手术的时，甲我祈祷呢。我牧师应该是帮助别人祈祷，迄医生帮助我祈祷，迄是基督徒医生啊，还有护士吼，有总会、中会、甲电教会同工兄弟姊妹，因的关心吼，有真侪熟悉，搁较侪无熟悉，这互我感受到即款人甲人相听的体验，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甲同在。破病的患难，煞变做我真大的祝福。所以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上帝永远恩准我服侍
主服在教会，甲亲人做伙生活，我心内是满满的懊恼甲感谢吼。即边患难，互我深深来思考，用上帝听帮助志未世人，分享上帝的尊荣。即件代志一定要有人继续来做。上帝互我3个囡仔吼，一个查甫大汉，2个查某囡仔吼。阮师母甲我常常为即件代志迫切祈祷。有一天，阮厝内这2个查某囡仔吼，2个共一天来甲阮讲爸爸妈妈，2冬前吼，上帝有感动阮，要献身做上帝的工，毋知恁有啥物看法啊？因为一个是较大汉的是师大音乐研究所毕业的，一个较细汉，因为差7岁嘛吼，一个是师大教育学系毕业。伫原住民的社会，恁若读师大吼，差不多你就会当有头路啊啦吼。不过因讲爸爸恁、妈妈恁的看法安怎？其实阮的心内是懊恼上帝啦，吼。上帝应允阮的祈祷，阮毋捌对囡仔讲过阮心内祈祷。不过上帝知影，上帝应允，阮心内非常的感动。2个查某囡仔今年已经伫玉山城完成第2档的这城教育训练，过来这档是3年哈，倒数班的3年哈。我想到我较早妈妈讲的，恁3个奉献予上帝，是我心内上大的欢喜甲安慰。所以迄阵我心内欢喜吼，甲阮妈妈的欢喜，我相信是同款的。我嘛相信未来一定继续有原住民的青年受到上帝呼召，欢喜用上帝的听，服侍这个世间侪志未世人。圣学院嘛是认真吼，咱长老教会3间圣学院拢真认真拍拼伫训练未来教会的同工牧者，愿意将家己奉献予上帝，服侍这个世间志未世兄弟姊妹。我想要讲，这时间给互大家看 PPT， 这玉山城今年的 PPT， 敢有吗？没有哈。可能我给的比较晚了，我是前天晚上才给，没有关系，用另外的方式唱一条歌来感谢。我唱一条歌叫做《主伫叫我》，这条歌是要感谢教会支持玉山城而已。这条歌咱大家拢真熟悉，这是台湾的民谣啦，叫做《黄昏的故乡》啊，不过伊有一个基督徒音乐家，伊甲换个歌词吼，换做咱教会基督徒会用的歌词吼。我用清唱的，互大家来变做我的感谢了吼。叫着我，叫着我，主啊，伊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不洁净的手，无听受苦同胞的花香。开欠马，坎占土地，甘大力小无入世。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伫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
叫我一个天国的钦差，看无家己地主攀十家，着色啊，甘做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地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天国的钦差，看无家己地主攀十家，着色啊，甘做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地叫我的。今日又是来听记着话，我主地叫我的。感谢。真感谢各位兄姐关心支持玉山圣安院的事工，通过训练未来原住民教会牧者，互原住民的信徒有上帝罗卜，会当来牧养，互57万人的原住民甲台湾人会当来体验上帝疼甲恩典。主耶稣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些一个，就是行伊伫我。请咱三甲担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世间受到患难的时，你知影人会软弱甲卑微，但是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受苦，对死过活，互千千万万姊妹世人领受上帝的疼。求主赐互阮三听的气力，互相扶持帮助。伫众人面前敬虔上帝，满满的疼甲同在。求主也赐福阮的教会，伫人行遐的所在，犹原伫社区内面做真水的服侍，用疼心关怀社区内面有需要的，分享基督的活命甲救赎的恩典。求主也随阮怜悯玉山圣安院的需要，赐予阮三听的气力。互正教会支持原住民的青年接受生涯教育的栽培，毕业了，互主来采用，来带领原住民的教会甲信徒有疼心、有气力，伫世间播扬耶稣基督活命的福音，利益众人，荣光上帝的名。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感谢林牧师的分享甲讲道。这是咱来吟回应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希望请起立吟全首。
这像咱为着玉山新学院咧培养原住民教会的工人，互因会当无所欠缺，特别伫即个疫情中，求上帝特别施恩，互因有教业用的稳定。咱为着所有学校的老师学生来祈祷，为着即个新学教育有较侪工人受车欠来兴起的教会来祈祷。咱也特别为着即个疫情继续祈祷，求主怜悯，望会当保守咱平安健过。为着咱教会伫暑假，无论有儿童的营会，咱有真侪70周年所要推动的事工，咱拢献上大祷。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带到主的面前，特别为着过来即个拜六，伫咱的教会要举行的李国来兄弟的追思个别礼拜来祈祷，为着为主来祈祷，特别为着带顺良长老求主来安慰夫妻帮助呢。咱也为着整个的世界，望互即个战争会当赶紧煞，整个世界面对真侪危机，求主夫妻帮助。兄弟，咱有啥物款的祈祷，咱带来到主的面前。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了你，使我阮伫圣的主日，会当伫你的圣殿来敬拜。特别阮有份伫玉山新学院，主啊，新学教育，阮会当听到阮的玉山新学院的概括。阮也知影，伫原住民教会，也阁需要侪的牧者，需要侪上帝服的工人，愿意帮助，透过兄弟的疼惜、奉献、代祷，会当听做玉山新学院帮助。主啊，你来兴起你的新学院，兴起你的教会。主耶稣啊，阮仰望你。现在主耶稣，阮也要将教会。疫情中，求你特别看顾帮助，互阮一切拢会当平安来经过。主啊，阮无论是暑假儿童的营会，阮也有教会70周年活动，求你拢看顾。主啊，阮求你来帮助下晡，阮有阮的小组长的主席，求你带领教阮3个。主耶稣啊，伫即个疫情中人确诊。也有真侪软弱的肢体，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看顾，愿意施恩。我来特别求你安慰，孙良长老是个会中有你过来兄弟无私恩调，主啊，求你来安慰伊的家庭。主啊，伫即个拜六的个别礼拜，求你拢同在甲阮3个。主耶稣，阮仰望你，主耶稣，阮夸靠你。主啊，整个世界因的战争，要因的利率的升悬，通货的膨胀，粮食、能源的危机，主啊，侪的暴雨，愿你怜悯，愿你怜悯，愿你帮助，愿你甲这个提掉伊，愿主你加添稳定伫阮的中间。主啊，你教阮3个字，主啊，向兄弟姊妹拢仰望你，保守阮拢平安。阮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分别做成的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主啊，你讲才会称作你的名的百姓，阮也谦卑，阮也祈祷伫你的面前，阮悔改离开阮一切歹所行。你要爱空来听阮的祈祷。你要拍开你目睭来看阮所拄着一切，主啊，愿你怜悯阮，愿你医好阮所有的身躯的病痛，求你刷掉阮所有一切艰苦，主啊，愿你保守，互阮伫你内面有平安，主啊，愿这个世界人会当来悔改归你，互世界成做你的国，主啊，特别你祝福伫玉山新学院，会当透过新学教育培养好的工人。来复兴你的教会，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伫主日伫你的面前敬拜，求你听阮的祈祷，安慰遐个拄着死的过来
兄弟的遗嘱，阮也求你医治最最有确诊也是有软弱的人，拢得到勇壮。使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这是请咱闭万心来奉献。兄弟，咱有这个玉山新人的奉献地吼，咱会当利用这个来关心玉山新人伊请咱的执事来收奉献。上帝话讲，咱一杯冷水，互门徒啉，咱就得到迄个报赏。咱接待姊妹社一个，咱也会当得到迄个报赏。咱做哩迄个姊妹社一个，伫做哩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咱为着玉山新人伊所奉献的，主的角要纪念，也要加倍祝福你。请咱起立，因奉献的诗。主，阮感谢你，主啊，你创造所有一切的万美，佮创造阮，将一切管理的权柄甲祝福，拢赏赐互你所创造的人类。阮你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要奉主的名祝福伫玉山新学院。主啊，因所欠缺的经费、甲人才、甲工人，主啊，求你亲身会当来补足，因为当阮奉献、当阮祈祷的时，上帝你就来带领，是着上帝你就行出你的神迹。主啊，嘛求你会当来祝福所有一切奉献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得到搁较侪祝福，嘛会当常常伫祈祷的当中来纪念，为着玉山新学院来祈祷，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依愿徛地，咱来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相通、感动甲安慰，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麦倒闭会。
啊。